本人书刊客家名录学院每日一学语新闻，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妃7月9號來到台北市門鳳樓，出席2025金枝客家大戲1895夜比音樂時尚宣傳記者會。顧主委表示，客委會長期辦理金枝客家大戲展演，韓國甄選傳統戲曲劇本，未為推動現代劇本創作甄選。希望鼓勵戲劇個表演人才投入創新表現方法和藝術形式，本向較多人了解、認識並欣賞客家文化。顧主委指出，今年拄好逢到1895夜比保台戰爭130周年，客委會特別策劃演出戲劇，說明客家先民為了對抗外來政權，犧牲自家、保護國家嘅故事。演出戲劇都得到12座創意金曲獎項嘅榮幸客家採茶劇團製作，係沙定唔同現老少年英雄共小組後輩嘅客家抗日三部曲嘅最美中，劇團完整呈現3位抗日英雄嘅信仰、獻策和生命故事，每位老觀眾共下探討亂世中嘅情誼、韓國人生獻策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學語就是大戲，俺不也來去看大戲，俺不也來去看大戲。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